来看伫南海的低气压，伫透早8点已经结做是热带性低气压，有可能会伫24点钟内形成今年头一号风台蝴蝶。气象署表示讲，这应该是袂直接影响台湾，会往中国广东的方向移动。也毋过受到外围水气的影响，拜四到拜六，台湾的雨水会增高。 北部地区透早出现南极的好天，不过气象署表示，目前伫南海热带扰动已经形成做热带性低气压，未来若有机会增强做风台，就会是今年的第1号风台——蝴蝶风台。目前预估袂直接影响台湾。今天早上8点，在恒春的西南方，大约940公里的海面上，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了。目前以预测资料来判断，未来热带性低气压会沿着太平洋高压西南缘往西北西的 方向移动，会往海南岛的方向移动，之后逐渐往北往中国大陆的方向移动，因此它并不会直接影响我们。气象署表示，受到外围水汽影响，拜2、拜3东半部和各地山区拢要注意过昼了后的雷阵雨，尤其是拜4到拜6这段时间，到时全台拢会闪大雨，而且雨量真大，甚至过落几天落袂停。 其实各地的降雨还是逐渐更明显了。我们也预估在整个东半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会出现局部性大雨。那其实在这几天，只要白天如果有看到阳光的空档的话，事实上大气潮湿又不稳定。如果像北部有阳光，到中午以后就很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。一拿温度的部分，气象署表示，未来1礼拜虽然拢是乌阴落雨的天气，不过温度也是真悬。拜2、拜3各地平均温度伫36度以上。拜4虽然受到外围水汽 影响，不过温度也是真热热，平均温度伫34度以上。气象署表示，未来1礼拜会持续发布大水雨特报和高温资讯，爱民众特别留意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